各位朋友，你相信我有没有这个实力可以邀请三立的总裁来到现场？相信打相信，来，请作答。来，相信的打相信啊！请作答你有啦。相信吗？有无？来，相信打相信，有没有？我现在看157集了。啊，157集呀！来29频道对，有相信吗？我有这实力吧？来，你们开始解答了。来，我相信的拍起来。啊，算讲哦，咱这三立电视台这个总裁哦，今日足无用的，无法度来到现场。非常的无用。啊，所以吼，台北会呢？哎啦，伊就叫一个代表啦，来到阮这个现场啦。哦，来到这个现场啦。啊，我相信大家对伊应该是不陌生啦。袂该先婚啦。哦，那个什么，我要找佳佳，有人相信了，莫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你会死人，我袂去骗。我用纸，你也相信，你受病啊！我开玩笑的啦。那会使甲人客妹咧？我啦，开玩笑，没有啦，我是说真的啦。啊，他们今天总裁有派一个代表来到现场，这个代表为了来办一个小小的粉丝见面会，小小的粉丝见面会，小小的粉丝见面会啦。有没有期待？期待打期待。2个字录起来，我要看到各版全部都洗版了啊！有期待无？你插歌彩虹频道，你猜，嘉雄哥，我唔知你安尼呢。嘉雄哥，私讯哦，私讯我嘛要查。私讯。无啦，开玩笑的。哎呀，来各位朋友，那个有没有期待啦？来，期待打期待啊！有表演未？表演啊！海边有演天之娇女啊，有啊，有去演啊。空你啊，你妈真正是唔是咧用纸的。真正无抓啦。你不知道他是《天之骄子》的导演吗？你们知道我们的直播平台敢若几个字尔，咱拢卖抓，有实力的呢。拢卖抓。你当作凊彩叫一个三立的来，人就要来哦，无啦。无啦，遮屎啦，对吧？对不对？甲邀请一下啦。咩？啊人诶，啊人咧，我啊人咧，啊人咧，我人数会帮伊呢。人才会帮你哦。我来甲请出来啦。好啦伊看一下，可能惊到。来，小帮手，赌神，进来，速度，快，赌神，赌神，啊，我惊咧，无目镜啦。几间，赌神，唔是，不是啊！哦，你错，唔是，啊！唔是，赌神！面顶有啊，面顶 YouTube 面顶都有连结啊，网页面顶都有连结。网页都有连结，有看到无？面顶有看到无？炎红，干你炎红，炎红。白痴啊！钟欣婷，你实在是吼，无多久？要多久？你是要多？不是这条哦，我还昏你安尼规个拢诶，来音乐暂来，停，音乐暂停啦，音乐暂停啦，来音乐暂停啦。音乐暂停啦。那个吴铁匠讲我咧好笑啦，我无咧好笑啦，来，你来听。歹势啊，我咧做工课这个人哦，我袂爱好笑，哦，我袂爱好笑。我今日讲要叫三立电视台来，就一定要叫来，无咧用好笑的。来，我凊彩摕一样物件啦，来，这种物件天之娇女，这敢会当好笑的？无可能嘛！天之娇女这独家授权的物件，这敢会当用好笑的？袂使无可能啊！袂当好笑的呀，我无咧好笑这呢。无咧用纸的呀。我无咧好笑呢。连江哦，我跟你讲啊，连江你啊，伫电视台、三立电视台看到一个足大块那鹦鹉穿鹦鹉装爱跳出来，迄嘛无意外，你知无？对。那也不会很意外啦。不会不会啦，哎呀，来甲邀请一下啦。来，我们邀请一下。系啦，甲邀请一下。来啦，来你起来啊，你起来。来这画面交你啦。我起来，我起来。嘿啦起来来，我已经起来了。来，啊你来这，我起来你来这中央啊，规个栋的啊，对吧？各位朋友，想看的帮我刷+6，想看的先刷上来了。来，10块快，录起来。我做直播轻松就好啊啦，哎呀，轻松就好。这你也？吗？我知，这你们有怀孕不？这里也啊。哎你也。来，衣服怎么穿起来了？因为光对啦，因为有点冷啦。哎呀，好啦，后面有人啦，就宝弟呀。宝弟，哎哦，我不是人，不然我是鬼啊！来刷+6，有厉害不？迄奖子就走心的呢。哎啦，这种奖子就走心了，一共凯宾会在《天之娇女》第几集出现？哇，你讲哦。等你看到完结篇的时候，我在那里，我底下咧，我唱主题曲，迄个就是我啦。对，没错，来+6几排吧。
来，我们掌声欢迎欢迎那个欢迎啊，那个抛啊声的啦，抛声我们的张怀萱姐姐。你跪大天框，他等下哎。蛋嘞！哎，这下给，没关系，这个不是，进度。等一下，你们为什么把衣服穿起来了？我有叫你穿衣服不吗？然一起脱啦，不然一起脱，不然一起脱，好不好？一起脱好不好？是跟你前三条，人本来是讲你安尼帅帅，然后展开，我嘛是美美的出场，好不好？想到衫都牵开。安尼我就歹势啊，安尼我就歹势啊，你。女赌神不然摕好一张牌要出来讲。哎，你在那个抛啊声是远方云云哦。不是，不是啊你小心，你小心呐！我别讲，你莫别讲，你个讲你有看三立，你真正是吼欠假死呢！你也对啊，你小心青呐！春的肉体看看戆去啊，对不？青春马的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有没有看过他？有的直接帮我打有有了人认识你呢，开始啊，几排几妹啊，很多人好久没有看到他，因为他最近就是因为太忙了，没有去三立拍戏伤过无用啦哎呀，一去咱们就是就无用。这个画面不错。好，你卡 Q 起来，你看我。看 Q 看看。真的是他小三，嘿啦他我知道，小三就是安尼啦大家拢知，知道他的，知道好不好？我啦，今日是有一件代志咱算台湾是。丑陋人哎。没，哎，拄好，安尼靠中华的开口，哎，安尼哈。对，彰化，这个靠成中华的开口中华安尼啊。嘿，中华就是安尼。爱讲较歹，爱讲较歹你使搁悬的无要紧，你听有无？嘿，无要紧。我跟你讲，你来到阮家拢学歹，我袂爱骗啦。凯宾在美女姐姐面前会害羞，不只是他，我们全部都害羞。看全部都害羞，想得中啊。她真的很漂亮。有啊，大家拢知影你呢，我喜欢他拍的戏呢。谢谢。就是等这一句话要一起脱啊！对，不是，我以后哈一定要去演一个大姐头。大家好啊，我敢会使去你后边我拢做你少年的。我敢做你的少我年。讲的看你安尼吼，我都学到啊。好对啊，吼，会使啦吼，这气势会使。来，我要学一届无？好来。哎，小帮手，人非圣贤等 you。我跟你讲，他要学我们哦，他要学我们来人非圣贤等 you。来，人非圣贤，很多人几乎全部都知道你呢。跟你讲，你们要回复刚刚的位置啊。要回复呀。要回复呀！有吧？拄则是安那样，卡伫遮对无？我别买开了，哪里别开？音乐啊，音乐啊，音乐。也要快吧？有啊，我敢想有啊。安怎？要看无？要看无？有香无？莫讲讲白的物件有偌贵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全部送互你。讲啊，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丢！老邱，你脸红了。我也好热。爱谁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的直怎么会播状况一这样子啊定不太好？。你看我拍一个，无人能走了了。没啦，不会啦，不会没有啦。气质了，大家不理没有，我了。因为轻松嘛，做直播轻松就好。我蛋轻松就好了啦。今天被你们看到老邱的另一面。好啦，啊，你们知道我们怀萱姐姐为什么？说真的啊，可以一直保持着那么美丽的一个脸蛋吗？你们想知道吗？有人了解，有人想要知不？恁敢有想要知？哎呀，想知道先哦，哎呀，恁敢有想要知？你们有没有想知道？来，想知道先帮我刷一下。哦，这都给我来。哎呀，睡啦哈，来，有没有想知道？想知道先帮我刷。想知道为什么怀萱姐，她这个年纪讲认真的，我跟你讲啊，什么年纪哈？就是18岁再多1岁而已。什么年纪？当然啦18加1。当然啦，我持你讲安尼我就老诶。不是，就是说你看起来就是很年轻。害羞过吗？我没有，没有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今天就害羞啊？今天老邱知道。你会不会说店长说今天怎么了？哎，老邱，等一下，老邱，你平常不是这样子，你怎么教训我的？老你知道吗？邱，当然啦，拢无想你啊呢。你两个麦个叫我，无啦，莫个乱啦。个叫你倒用啊啦，个倒用啊啦，唔是个笑啊啦，个倒用啊啦。哦，没有啊，今天很害羞，哎，你进来一点没关系。对，我跟你讲哦，今天我要宣布，我要跟怀萱姐在一起了，真的。快点截图。你声音又要等啊？干，怎么又他等你？他讲我不要讲话啊？
那腰较短较是美女，好不好？腰长的不是美女，好不好？等下啦，改变，我做坏事，我规面都红。你甲恁爸克服，你甲恁爸克服，我出小你了。啊，这世界多么美丽呀！啊，跟你这么新鲜啊！啊，哎，你是讲什么语言呢？来，你们，来，各位线上好朋友，怀璇姐今天很荣幸来到我们的彰化。今天就是很高兴，就是你要签名照，你等我一下。嘿，你跟练签者。哦，你们要签名照晚一点，好不好？江嘉，你话恁讲你无分享，嘿，本地我想讲伊若下班有哦，要带伊来去恁兜，甲你啉酒，你无分享，我要带伊去啊。我等下带我转去啊，你有了解无？哈，所有人先分享，因为什么怀萱姐讲认真的，我平常看她在演戏，她的戏讲认真的，演到出神入化，那眼睛讲认真的，就是一定就是很入那个戏，一定会到位。那今天你们想知道说怀萱姐她本身为什么还可以这样保养的很得宜？应该是这样讲哦，每次你也较早出来讲就好啊，讲啊结束了。大家都知道演戏哦，演戏都不要这样看我。来，太讨厌啊！不是啊，劝几姐，劝几姐。来，各位朋友一定都知道，演戏一定都是日夜颠倒的，对不对？而且睡眠时间都非常的短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那为什么今天怀萱姐皮肤还可以这么的好，气色还可以这么的好，对不对？小朋友，是啊。你看点丢哦。对呀，都不会害羞呢。因为我身躯比拢是美女啊。你好高哦。好，你要进入主题啊。好，要进入主题。安尼会使啦。会使 OK 安尼我讲，咱带你登记的啊。来 ，OK， 没问题。来，各位朋友，你们想知道平常怀萱姐他们是用什么家的产品吗？有人想要知道不？有人在点菜了呢。点菜了啦。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怀萱姐很多产品都很厉害，那很厉害，都很厉害，拢足强诶。嘿，真正的，像那啥，南君姐就知道，然后是安怎丢掉？是什么东西？我唔知。北七啊，你就要用赖长尾啊。等下再继续吗？不要乱划掉哦。哎，别，重新整理。不行。无灯啊，继续。无灯。确定。无灯。好，没事。嘿，不来气。谢谢啊。没有错，那8点档最强的小三。史上号称最强的。刚刚我们的表情大家都看到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来，我跟你讲啦，其实我讲认真的啦，因为怀萱姐一直讲上几支产品，这一支产品我相信大家是不陌生的。来，你们知道 QBH 吗？你拢知影不？有人知道吗？来，知道 QBH 的打知道啊。有人知影不？有没有人知道 ？QBH 应该大家拢不陌生啦，真的是不陌生。在这一台都不陌生。很多人也知道采光啊，也有人说胶原蛋白饮，没有错。也有人知道蒙眼粉。来 ，QBH 这一片面膜本身可以干嘛？敷完之后直接马上亮白，马上那个感觉就马上出来了。对。这一个厂商跟怀萱姐真的打从心里跟我们讲一句话：你只要第一片敷下去没有用的，我跟你讲，后面全部送给你，再退你钱。你看这3片有强无强，你家己看就知啊。这拢卖抓物件。那个这一台大家很熟悉面膜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客户群。好，来跟你讲，这个面，我给大家讲台语哈。你讲英语嘛？我边休息讲台语都有剧本呢，今嘛呢临时考验。来看一下啊，这一片面膜多厉害。我们这样，你要做，这样你就不会那么远。对，这样就不会那么远。看一下面膜多厉害哦！首先呢，先看到面膜的材质很重要，它能不能保水，然后延展性好不好，能不能服帖，咱来看起来。来看一下。第二件事情哦，它是满满的精华液，但是精华液提出来时阵也滴不，这嘛是重点哦。来，我提出来你看，这是重点。来，拿出来，这个是针对过敏肌肤去研发的哦。来。加好那么滴水对吧？那么滴水对吧？完全都没有。谁的手借我一下？我的手借你没有关系。好来哈。好，但是你要对我负责。来哦，我们来挤一下哦。是不是来了？要挤哦。来挤一下哦，挤给大家看，来往前一点好不好？往前一点。往前可以。大家看一下来自己看一下，这里面有多少哦？来，全部都是原液哦。哦，来个看。对。来，有吧？有吧？来。哎，老水，还没有。这里
里只有挤出1/3哦。对，没有错。要告我哦。这么多来看，第一点，你看，第一点很稠哦，很稠，很稠哦，很稠哦，很稠全都是精华哦。来，这个我们把它吸回来敷你的脸，敷我的脸哦因。为这是你的手，你的吧？哦，敷脸。好来，OK 来看一下啊，现在精华都在这，对不对？这样满满的，你先拿来涂脸， OK，我就先涂脸对，了。先涂脸。你这就是精华液啊。这个就是全部的精华液那它精华有多少哦。我跟你讲认真，这支我真的有试过，因为怀萱姐跟那个厂商有拿给我们试用。我跟你讲啊，第一天敷下去哦，吼，走路有风，迄出去人我当作像胡凯斌，你看身材看得出来吧？大无够啦，你出去就像金城武诶。来，哎呀，胡凯斌像15。后个月15加薪，薪水我拍，你的我拍，哎，搞来讲你搞刚刚哈那个已经把精华都挤出来，对不对？大部分都在他脸上了，但是现在在精华还没有很多的时候，他还是可以，我给你贴一半，而且不全部。没关系，好哦，通通都给我，没关系。统统都给你。你看，主要是所以你的眼睛哈是做比较小，让你可以直接不用再买黑眼圈的眼膜，直接敷上去就可以了。你看哦，这个是已经挤掉很多精华哦，它还可以这么贴哦。还可以还可以这么贴哦啊！然后还有个重点，哎呦，接近，快点干！你买听讲了。好，帮你拿，帮你拿，帮你拿。我的天啊，你一直讲话会跑掉。